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张伟民吼。咱讲看到这个北京的主人哦，特别换人来做吼。伫咧咱讲印太甲台海战略顶面哦，拜登过去捌表示讲哦，要减少到美国国防预算吼，主张加强国际合作这力量啊，来讲吼用外交这个手段要解决掉军事的这个冲突。咱嘛讲吼，这个川普要落任，拜登要起来，啊，即阵咱台美关系嘛是徛伫共款的这个12路口啦吼。但是咱要先来看讲这个川普这个部分，过去咱捌讨论过参众两院哦，通过着2021年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啦吼。这个部分咱本地又讲哇，这个大家拢吼讲，这是一个抗中保台身份真悬的一个法案吼。所以这个 Trump 应该会签落去，但是顶礼拜23的时阵，咱看到 Trump 该拍回票，所以这阵呢，这个众议院看唔是谁吼，买手表决用322票对87票推翻掉这 Trump 这个好决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这阵咱看到这个部分吼，参议院是唔是随要来表决吼？那是参议院这阵共款用2/3。绝对多数的这个表决来通过，就代表讲这是美国国会头一摆吼推翻掉 Trump 这个好决权吼，所以这参众两院是毋是通过，拢通过吼，就免经过 Trump 这关啊吼。另外嘛讲到甲台湾上界有关系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这个是Trump 佮要签这个台湾保证法吼，明定啥对台军事都要正常化吼。另外咱讲过去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打压吼，两国的这个常态化吼，真正吼有一寡吼较无好的这个所在，所以 Trump 伫遮吼都要支持讲吼，台湾参与着一寡这个国际组织啦吼。另外嘛讲到讲，这个国务院对台湾吼有一寡这个交往的这个稳准啊、原则啊，拢爱定好清楚啦吼。所以这是咱讲的这个 Trump 继续要来签到这个台湾保证法这个部分。但是咱来讲吼 ，Trump 落任了后，拜登的态度这是重要的吼。所以咱讲到这个部分，买手。这个1月20，咱就看讲拜登买手要安怎处理啦吼。前一阵咱嘛咧讨论讲吼，有美国众议院78名众议员吼，所以讲这个国务院就要改造这个台湾驻美国代表经济文化代表处啦吼 ，TACRO 改名做啥？台湾代表处吼 ，TRO 啦吼。外交部嘛讲吼，有咧进行当中，但是咱嘛讲到，真正爱看买手拜登就任伊的面色吼。今日趁这机会，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作家赵君硕，大家好。咱等下嘛邀请到前外交官老师，然后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讲拜登要落任嘛吼，伊最近的这个作为吼，大家拢是吼天开目睭咧看吼，因为有一寡作为吼，甲伊过去咧做吼，嘛是共款伊的这个吼，咱讲吼反起反倒啦吼，咱讲吼这个纾困也好啦吼，还是讲国防授权法也好，其实拢是反起反倒，先做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伫德拉瓦州一场记者会结束要离开的时，现场的记者甲伊问讲：联邦众议院2日暗时投票，以275比134通过川普所要求的每一个人2000块美金的纾困版本。众议院通过的新案是甲直接补助人民的每一个人600块美金的方案，提悬做去年收入伫咧7.5万美金以下，每一个人2000块美金。So this $2,000, which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o the floor on Christmas Eve, was roundly rejected by a Republican that asked for unanimous consent. So now today we have another chance. 纾困案所落来交予参议院表决，反对扩大纾困预算的共和党会面对选择。民主党甲共和党两党伫咧这项纾困案是差3个月，总算达成协议。参众2院审议过关，川普却雄雄动落来，要求600块美金加价到2000块美金，而且半暝改变心意来签法案。就算外界无清楚原因，毋过佩洛西甲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拢表示欢迎。这项消息嘛鼓励投资人入场，欢迎价股市伫年尾上后尾一礼拜拜一，三大指数拢创历史新高，道琼今日指数起0.68%，纳斯达克起0.74%，甲标普500做回起0.7%。另外，众议院2日暗时加开议会，针对川普定一日后决2021国防授权法的表决，尚未维持通过原案。参议院预定29开会讨论，若是2/3以上的参众议员支持原案，就当推翻川普的好决。若真正发生，会成做川普任内第一项去用推翻好决权的法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是咱讲到这个23时阵吼，这个 Trump 是否决掉这个咱讲2021年 NDA 国防授权法案吼，咱看到讲12月28吼，这个时阵众议院吼，这个322票对87票其实咱头都有看到这个影片内底，这个 Pelosi 伊嘛讲动话吼，安怎来去甲看讲吼 ，Trump 迄当阵否决这阵众议院的态度，甲尾手参与未来可能安怎去进行？我相信当年一开始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的法案甲明年有关美国国防要安怎来处理，甲真侪这个经费有真大关系。是。所以讲一般来讲，迄个国防授权法这款的这个法案，拢差不多是伫年底，真侪代志拢连做伙一届甲通过。所以讲，会甲其他迄伫年中通过法案较无共。像讲这款的国防授权法，因为伊牵涉到的真侪这利益，迄个金额嘛真非常的大，嘛因为讲伊甲美国国防的迄关系足直接的，所以必须讲因为这个物件，刚才讲一定会甲通过，所以讲这个参众议员会甲其他家己想要通过迄个议案掺落去，掺落去，你有真侪 attachment，attach 伫后壁，所以讲有的物件可能甲迄国防一点仔关系拢无，但拢放伫后壁，一个安尼家己。你无论讲是甲偷偷甲删落，还是安怎就是安尼。所以讲每届伫这国防授权法的时阵伊所牵涉到即个物件后来都搞啦。有诶无诶物件拢伫迄内底。人讲一般来讲拢讲像 Super Bill 伊非常超级大一个法案。当然，即届即个但是过去是讲真罕有总统会甲否决。OK。但即届我讲川普本来就是一个较无共款的总统听讲伊表明的理由是讲，因为即个国防授权法是讲通过会比迄对中国算讲互中国占较侪优势。但是大家感觉讲，敢若参是讲川普希望讲某几个部分会互伊的查某囝有这看算讲也用伊的查某囝的名来互几哪 section 的这个法案的这个内容，结果无摕到嘛，所以讲伊的起码歹就较好管当然我是感觉讲，即届即个到来处理变成讲众议院伊甲反倒等有迄个2/3多数。咱嘛知影讲伫众议院内底，虽然讲民主党是众议院的多数，但是个多数无够遐尼侪。所以讲这322票，这款的迄票数一定。算讲袂少共和党的迄个党员算讲嘛甲投支持，毕竟讲即个众议院内底已经有超过2/3的多数会当甲否决。当然，即摆看讲参议院敢有法度嘛有2/3的多数。当然，参议院即摆因为是共和党，伊本身是即个多数，所以讲迄个要得到即个2/3多数，有可能有一点仔困难。但是一般来讲，参议院伊算讲比众议院搁较。认为讲国防搁较重要，所以讲对这参与过去几乎咱咧讲这国防授权法这款的超级大这法案一般来讲拢会通过，尤其是真侪参议员嘛甲家己的物件。拢迄个参在内底，所以讲变成每一个人拢是一个 stakeholder 大家拢有利益伫迄个所在。我伫即个年底对迄我选区的选民对伊个承诺嘛要靠即个物件安尼甲通过，无我可能规年我拢无啥物成绩。所以我会讲即个物件，除非咱一方面是看到讲美国国内政治透过国会法案即马所演成真趣味的所在。另外一个就是讲，即马共和党看到即个创即个作为，我是感觉讲嘛，敢参像是讲，因为迄个即马应该就是要迎起一个新的拜登的这个时代，所以讲有的国会议员嘛是利用这个时阵表达讲，伊对川普算讲一直咧抵制这款的这作为的不满。OK，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嘛，有一个转向的这个可能性啦吼。咱继续来先看讲这个美国授权法到底是啥物？含台湾咱讲头拄也讲到空中保台成分真悬的所在伫倒位啦咱看到这个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啦所以咱看到讲法案就是爱确认讲，逐年这美国国防部的年度预算啦第一摆通过是伫1961年啦咱看到这回是2022年fiscal year 财政年度这个授权法案伊本底按算有7400
10亿这尔啊济啦吼，差不多是20条的这个代票啦吼，啊将近21条啦吼，啊用到这个军事的目标啊，甲建设啦吼，啊帮助美军吼士兵加薪水啦吼。另外就是咱讲的吼，太平洋咱讲 Deterrence Initiative 啊，这个部分是要坚定讲美国伫咧印太战略遮吼，咱讲吼革命啊，也是甲伊的这个影响力有关系的这个部分吼。所以这法案嘛讲吼，应该避免啥？应该避免中国得到各方敏感的这个技术也好。数据也好啦，哈，还是讲吼，这个 IP 哈，智慧财产权吼，啊，公开伫咧美国运作的这个中国军事企业吼，禁止出口管制各项物品吼，还是讲啊，钢筋等等这部分啊，所以迄当阵 Trump 是好决，有人讲吼，这是送吼这个中国甲罗西亚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吼，咱继续搁先来请教这个作家吼，军属啊吼，咱看讲吼，头拄咱讲的这个空中保台的这个部分吼，啊，但是。迄当阵，咱头拄虽然有讲吼，Trump 甲好决吼，但是这个共和党的议员还是讲，这个民主党议员可能佫甲纠正来2/3甲通过吼，但是这一个出来，有人讲这是送互中国甲罗西亚这个大礼物，你安怎看咧？我想伊讲送互中国的大礼物是关键是伫迄因为迄10月选举前1个月迄关于迄拜登父子的丑闻的代志，伫 Twitter 啊 Facebook 你若是贴。讲拜登父子的丑闻的时阵，推特拢甲你禁止，禁止，都甲你卡掉。都是因为这件代志，川普都是想讲Federal Decency Act， 230条，伊规定是即 Facebook 啊、Twitter 这种社交媒体，因无迄法律的责任，吼，唔知是想打这个文啊，伊若是跟法律违背的时阵啊，社交平台伊本身是无这个责任。啊，川普讲啊，这是足无公平，因为伫美国选举，即马选后有一个调查讲，有13%的民主党的选民就是讲，伊若是知影拜登父子的丑闻啊，伊可能有13%讲伊无爱投互拜登，所以伊都影响选举。川普是对这就袂爽的，因为这丑闻都是甲中共乌克兰有关系，但是啊，即摆国防授权法有一条。就是伊附加，就说无要检讨，就要废除这条，吼无这条规定，就川普讲过吼，中共会继续吼影响这种社交平台拢有法去处理这种事情的话，伊都对伊是就无公平。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吼，美国各方授权法的这个部分吼，甲台湾有啊，搁请带观众朋友来看啦吼。真正咱讲吼，这个确定就讲台湾关系法也好啊吼，6项保证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吼，作为美国甲台湾吼真关系这个关系这个吼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基础啦吼。啊嘛规范讲吼，国务卿啊需要提交对这个台湾军售吼年度的这个报告啦吼。啊另外嘛要建立讲台湾甲美国医疗安全同伴这个关系，另外嘛要保障台湾公民在国际金融甲吼公平请人吼啊甲这个雇佣的这个关系这个部分吼。接下来咱要请教吼咱第3位来宾吼，先来个补充介绍。是咱前外交官吼，书记老书记你好。Ben你好，拍摄。是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咱讲的这个台湾这个部分啊吼，咱讲的美国授权法，咱头拄嘛一直咧问讲，到底吼川普这个动作是啥物意思？啊，尾手咱嘛咧问讲吼，这个参众两院吼，其实2/3的通过，你感觉参议甲这个最后一刻啊，亲像这个众议共款嘛吼，该通过咧，还是讲有一寡这个变数伫咧？我感觉通过是有可能啦，因为目前伫迄个参议院甲众议院内底吼，即个咱讲友台小组台湾 Caucus 其实人数差不多占规个美国参议员甲众议员差不多1/5到1/4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是有可能过啦吼但我感觉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吼，伊讲要确认吼。台湾关系法吼，甲6项保证是咱美台关系的基础啦吼，这非常重要，因为伫过去吼到目前，咱虽然讲即个川普政府对台湾非常的友善，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伫过去这2-3档，其实吼因公开官方对于台湾甲对中国政策这个基调吼，其实伫过去嘛拢是会讲是台湾关系法甲。3项的公布，而且台湾关系法是对台湾的，啊3项公布是对中国的，吼。所以虽然讲伫过去，咱有看到讲这台湾旅行法，吼，啊台北法，啊到即马这个台湾保证法拢通过，但是，吼，
这是不是会造成美国行政部门，特别是这美国国务院对台湾甲对中国政策基本的这个基调来做一个转变？我感觉讲还是爱个观察，爱较谨慎的吼，这是非常的，因为即摆咱不管是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啊，伊还未通过，甲迄个大家通过这个台湾保证法吼，其实伊是较先甲过去美国国会对台湾各项优待的这个法案做一个 combo， 做一个整理，所以也可以讲这个台湾旅行法伫2018年通过了啊，美方的行政部门爱对美国的国会做一个检讨、review 甲报告，讲这是不是有确实去执行吼？啊，嘛会去讲到讲这个爱美国的行政部门要安怎来帮助台湾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参与。其实台湾国际组织的这个参与伫这个去年这个台北法 （Taipei Act），Taipei Act 的全名其实都是咧讲美国要安怎来帮助台湾这个盟邦保护嘛，甲国际组织的这个参与嘛，所以我咧讲吼，这个台湾保证法其实是各项咱看到过去这3-4档美国国会对台湾非常友善，这个各项的这个法案有国际组织的这个参与，有台湾旅行法，有军售规约。即讲做一个 combo 来甲包装，但是重点是安怎？重点是未来美国的国务院行政部门，特别是若是Joe Biden起来，Joe Biden因若是明年1月伊起来伊要安怎来执行？因为很多这个对台湾优先这个法美国国内法，它的文字要安怎去诠释，要安怎去执行？其实伊是有一个空间伫迄边，有一个弹性去存求啦，去压缩比一下所以比如讲，Joe Biden要安怎伫这个美国国会不分参众、不分共和党民主，对台湾非常友善，对中国很鹰派，这个理想甲Joe Biden伊伫安怎伫外交这个现实，去找到一个 balance， 是伊要去，因为伊即摆伊起来做总统，伊第一要先处理美国的疫情，第二要处理美国的国内经济，所以台湾议题应该唔是Joe Biden上个优先要马上去处理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会讲较侪是因为我看到咱的立法院长游锡堃游议长伊昨有写一篇面册我看就感动啊！伊就讲未来这个台湾保证法通过，未来美国对中国对台湾这个政策会为这1法3公报转变为5法加6保证。伊讲真5法，伊就是讲有台湾关系法，有这个 area， 有这个台北法，有这个台湾旅行法，甲台湾保证法。伊讲会为这1法3公报变做5法6保证，就是个6项保证。但是5法6保证这个名词，这个 term 当时会当为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讲为美国国务卿的口中正式来讲出来，就是讲以后未来咱美国对台湾甲对中国的政策，都是以这作为咱新的基调，不再是较早咱所讲的这1法3公报，这是一个我感觉讲爱去观察一个。turning point OK， 一个真重啊，一个转变的这个机会伫咧但是咱嘛头拄仔讲这个蓬佩奥就是要落入嘛 ，Trump 要落入嘛，所以真正爱看这个拜登政府啦咱嘛头拄仔讲到即阵过去咱嘛有讲到，咱讲这个拜登伊讲会抬这个国防这个预算啦要用这个外交的这个手段来去参与着这个国际合作过去咱看到美中贸易战拍甲遐尔这个清清楚楚啦刀刀见骨啦即阵咱看到咱讲。这个基调，敢是个同款拜登政府要对抗这个极权国家，用到这个 Trump 的路，咱继续去请教罗教授啦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讲，照即摆来看拜登的这个做法当然一方面是大家拢是认为讲，因为拜登要处理美国这疫情的这个问题，甲美国经济。但是伫外交的顶头，可能迄个拜登的这个政府会想要甲 reset 迄个美国甲中国一个关系。reset 意思就是讲，伊想要避免美国甲中国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变成讲，
造成灾难性的这个，算讲会造成 catastrophe 这款的一个对抗。哦，所以应该是应该有一个时间想要敲找甲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安怎来处理。但即马吼，我是讲虽然讲对台湾一开始未甲台湾美国甲台湾关系当做一个先来处理一个问题，但是将有可能就是讲，因为伊想要甲迄个中国关系要 reset 要重启吼，重新来开机啦吼，所以会变成讲迄对台湾过去像讲伫创时阵吼，真侪对台湾遮所达成美国甲台湾之间的这个算讲成就吼，到后来可能会有一点仔降温，也是讲无讲完全拢会当 keep 掉。因为这是安怎讲呢？是讲吼，咱即摆拢讲了讲迄6大保证吼 ，6 assurances， 6个保证。但6个保证吼，咱来注意讲迄民主党政府。过去甲这个包括这个拜登因这个 team 吼，拢无正式承认这个6个保证。这个物也是要注意哦。虽然讲吼，咱讲这6个保证明明是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一个承诺嘛吼。尤其是迄去年8月31号迄当阵，美国国务院佮把这6个保证的本身内容甲公开，表示讲这是美国对台湾的迄6大保证吼，是算讲美国对台湾关系、美国对台湾政策的真重要一个基础嘛。但是迄个拜登的这个团队甲这个民主党政府伫过去吼，敢参就是把这6个保证当做这是 Reagan 这个人本身亲台，吼是 Reagan 伊透过伊私人的方式，连写拢无甲伊写变成文字，吼。是个人方式对迄当阵的中华民国政府本身的一个个人的保证啦。所以讲这变成这是，咱是讲这是美国政府对台湾政府的保证。但是因的解释迄当阵变成讲这是美国总统个人对台湾迄当阵迄个领导人个人本身的保证。所以讲就迄个民主党政府就无一定会承认这点。当然过去实际上对台湾来讲吼，咱的这个外交工课，像讲迄无共的政府出来的时阵，有一个物件。拢是爱做，就是讲吼，虽然讲6个保证无法度伫迄当阵把这内容公布出来，但是咧，会透过这个算讲参议院吼，要新的官员要听证这个听证会迄当阵，拢会透过国会议员，把这算讲要准备要做官的人，甲伊问一句讲，你到底知啊是毋知影这6个保证？一般来讲，就期待讲遐个官员就讲，我知影，好，安尼就过去啊。但是迄当阵这个讲话过程内底，第一点，你6个保证到底内容是啥物？无人讲，可能问的人嘛唔知影，回答的人嘛唔知影，也是讲迄明明知影，但是无想要甲讲出来，所以讲对头到尾拢无人讲到底6个保证本身的内容是啥。第二个，6个保证伫这个美国对台政策的这个是位阶吼，也是敢是这基础一部分，这嘛无讲到。所以讲伫2013年，迄当阵就出现一件代志，就是讲迄当阵的这个亚太助个助理的这个国务卿，算讲 Daniel Russell。要准备要就任，迄当阵嘛要通过这个参议院这个听证会，结果迄当阵Florida 一个参议员叫做迄个 Mark Rubio，伊本身过去嘛算讲无对台湾遐尼了解，伊就迄个算讲底下来凊彩甲问一句，Daniel Russell， 你对这个6个保证你敢会认为讲认同伊是这个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基础？结果迄个无想到，迄 Daniel Russell 这个人对口闪到尾啊，拢无爱讲讲基础这2个字无爱讲，这是美国对台真重要的一个政策，这是咱是非常甲重视。但是到底是不是美国对台政策基础之一呢？伊都是无要讲。当然有的人外口人想讲这都2个人伫遐搭喙角吼，这无免遐尼认真。伊讲过，伊承认这重要程度，安尼就好。但是毋是安尼啊。结果迄 Mark Rubio 到来吼，因为安尼开始转去起码歹，开始嘛写新闻稿啦，也是安怎开始指责讲迄个 Daniel Russell， 你也是你无承认，我都袂甲你通过啊。讲当然到后来是有甲通过，但是意思就是讲，迄当阵吼开始发现讲到底6个保证，咱过去拢认为讲这应该是。真稳的啊，一个美国对台政策的一部分啊，结果竟然讲有的人是安尼来吹，这个人
唔是一个政治任命一个官员哦，伊本身是一个国务院的这个，算讲对台湾啊，对迄亚洲拢非常算讲正熟的一个迄个事务官嘛。结果伊佫会安尼来讲，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像阮对待这6个保证本身吼，咱即马大家了解讲，到底是佫有甚物款其他的物件，因为无共政府入来啊。做法无共款，还是讲根本就无承认，所以讲这是咱即马讲到美台关系，尤其是拜登即马入来了后时阵，咱就爱甲这过去甲川的政府所达成的这个成就吼，爱会当互拜登这个政府，佫会当承认，佫会当来延续。哦，有影。是啦吼，虽然看到讲吼，这个拜登政府起来吼非常的重要，到底台美关系咱头拄嘛讲到，这个12路口会安怎行吼？1月20尾首，就会慢慢啊较明朗化。虽然伊可能头起先爱处理的，亲像疫情的这个部分、经济部分吼，上尾啊，甲是吼对外交的这个部分，但是伊可能嘛是吼延续这个部分，咱嘛是望啦吼。啊，另外咱佫讲到吼，国防授权法迄当中这个部分吼，内底有一寡这个内容，参像咱头拄军属所讲的吼，伫这个通信端正法吼。第230条吼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然后对法案吼行使到这个后国权吼。另外，咱讲吼，这个通信端正法到底伊内容是啥物吼？其实咱就讲吼，规定网络平台经营者吼对其他侵权啊是无当的这个资讯，会当吼免负责任吼，免担责任。啊，另外允准着经营者进行内容审查的这个时阵吼。另外吼，川普嘛认为讲吼，这个法会当吼一寡这个大型科技公司会当吼避责任吼。另外嘛对美国国家安全甲这个选举的诚信造成威胁啦吼，尤其这回川普吼无这个连任嘛吼，所以嘛影响到伊啦吼，对着这个法案的好寡的这个部分。另外，其实川普嘛反对讲吼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运动影响之下吼，2021年这个年度国防授权吼，允准着美国国防部吼，会当允准着美国内政的时阵吼，会当吼拓如这个制度吼，蓝军吼，这个帮连政府这个人物吼命名这个军事基地的这个改名吼。另外，这个法案嘛吼，这个 Trump 这个好决了后，终于咱头拄讲到28号啦吼，已经吼这个开会表决吼，维持这个原案吼，啊参议已经吼要伫可能伫29号这个时阵，就会另外来做一寡这个表决的这个部分吼。啊，继续咱头拄咱过来讲到吼，头拄咱讲的中国吼，甲这个俄罗斯、罗西亚上欢喜是伫咧讲到这条法案吼，咱佫继续请这个军属来甲咱补充一下。哦，有一件代志就趣味，就是这是60年以来第一届这国防授权法，和总统好过，嘿，这是第一届，但是就是真像赖老师讲的，因为伊的法案有4000多页，啊，就足侪人会伫拢伫内底。当然正常的时阵，参议院嘛是应该会去否决川普的但是即摆有一件无唔是直接有关系的代志吼，卡伫重点就是即摆吼，因为众议员嘛要通过，要互发互美国人一人600并2000嘛，是。即马参议院嘛讲，我嘛要做这样代志，所以即马吼，但是有共和党的议员反对这样代志。因为即马有一个参议员，就是嘛选过总统的 Bernie Sanders 讲，因为即马歹势参议院领袖 McConnell 伊是讲，伊要 fast track expedite 呀，快速处理这法案，就是我们要不要否决？但是 Bernie Sanders 讲，你若是无把那个600块增加到2000块的话，你来温度的，我会 delay。OK。所以可能29号可能无结果，可能会拖到明年，可能会拖到明年，所以有一点变数了。但是大原则上应该是太多人的利益应该是会过，但是都是看即马都是像我赖老师讲的，美国即马种些疫情甲经济啊，你若是无 follow 迄众议院都200块变2000块，可能都会僵持。是，所以咱头拄讲的这个纾困的这个部分嘛，是一个重点伫咧啦吼。咱继续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头拄一直咧讨论到这个台湾保证法吼，6个承诺吼，甲台湾关系法这个部分的这个咱讲这个 Trump 吼，这个签啦吼，签落去，咱嘛讲吼，这个是伊落任了后吼，对台湾吼上尾一届吼签署着吼这款的落入去这个法律内底吼，当然对吼较早这个战处来讲，已经提升吼写入去美国这个法律内底吼，先做来看。
美当时间27日，美国白宫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2021会计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案，总签署2.3兆美金，都包含用在新冠疫情、经济纾困方案的9000亿美金，也有西藏政策甲支援法，以及台湾保证法。总统甲外交部拢表达感谢。并且匡列了300万美元的授权额度给全球合作跟训练架构 GCTF， 这展现了对台美关系强劲的支持。外交部门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跟感谢。伊控制讲，台湾保证法内容真多，包含支持对台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也爱美国国务卿检视对台交往准则，当时第一摆授权拨款300万美金，对未来台美之甲附近国家的专业交流有帮助。不过具体做法或者黄介正认为，也是掌握伫行政部门。如何加强未来跟拜登政府的行政部门的相处？从论述到个人之间的交友，那么都会使得总统签署、国会通过法律，它在执行面的力道跟它的范围。虽然条文无强制力，不过台湾保证法的签署展现继续深化台美合作友好关系，也互中国生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达坚决反对，爱美方停止就台湾问题插手中国内政。就在美国签署法案的同一天，有军事媒记录到，就在空军广播距离鸟台共机无偌久，收到一个不明来源信号。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军辛苦了。军事媒也记录到西南空域指挥由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出现，为展现这空能力，台湾自主研发、国机国造的永鹰高教机第2架原型机，16日第一摆起飞成功，后续要做性能修正。66架永鹰按算115年完成交机，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各一届华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这个2020年台湾保证法内底这内容到底是咧写啥物啦吼？首先，咱来看讲吼，这个是2019年3月2日，甲这4月7日，美国参议员 Tom Cotton 甲众议员，然后咱看到这个 Michael McCaul 吼，伫咧参众两院分别来提出的吼。2020年吼12月2日吼，这个法案吼放入去这个咱讲2021年这个综合拨款的这个法内底吼，互改做是这个2020年台湾保证法啦。共款，咱讲吼，共日后参众两院通过了后。12月27是总统 Trump 来签落生效啦吼，发问一寡这个重点吼，强调讲台湾是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这个角色。另外，咱嘛看到讲吼，有关吼美国对台湾一寡这个安全的这个承诺啊、交流的这个赞助吼规定台湾吼这个军事买卖这个正常化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另外一个赞助就是讲吼，要求讲过去咱讲吼，真正吼咱伫国际组织互这个打压，即阵嘛写入这个法律内底。伊讲美国应该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也好啦、世界卫生大会啦吼、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啦吼，还有这个国际行政组织等等的这个国际组织啦吼。所以咱讲吼嘛支持讲台湾用着什物？会员的这身份参与到联合国这个纽西的这个组织甲 UNESCO 啦，其他唔是用国家为必要条件的这个国际组织啦吼。另外，检视讲国务院对台交往的这个准则，嘛要求讲国务院吼，一个180天内吼提报告啦吼，检讨国务院这个内规内底吼对台湾政策一寡这个方针之类啦吼，所以嘛要检讨到这台湾旅行法执行的这个状况吼。这咱嘛讲到。过去友台法案是无的这个部分吼，咱头拄仔这个 Jerry 嘛有讲到吼，其实 Jerry 嘛准备真济这个图卡吼，要来甲咱说明一下，咱佫先邀请 Jerry 来讲一下吼。对，其实就这咱拄仔讲这个2021年这综合拨款法，其实吼差不多2000几页啊，2000几页甲台湾有关系，差不多2页啊，所以才今日非常嘛感谢咱这台湾新眼界哈，替我来印这个物件啦。是2000几页的这个物件，只有2页，有讲到台湾，就是咱即摆讲这台湾保证法啦。所以你来看，这甲台湾有关系这个部分哦，伊伫头前伊就会写讲吼，这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OK。好，6项保证伊写伫遮吼，所以。就表示讲有可能未来吼，即个美国行政部门咧讲到咱对台甲对中这个政策的时阵呢，慢慢的吼，
除了因较早讲即个吼1发3公报吼，会渐渐把这个雷根政府这6项保证也加进来，因为这已经变成是他们的一个基调的一个 shift 哈。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啊，第二个重点是讲，伊有写吼，我带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哈，伊有写讲吼，对待这个军售这个 regular sales 哈，就是讲吼，重点是这个字吼。regular 吼，然后未来美国对台湾这个军事武器这个买卖吼，要常态化。啊，这个对台湾非常重要，但是咱讲责任甲义务是相当啊，所以伊嘛有讲吼，伊讲爱呼吁台湾吼，爱增加对美国爱买因的武器，所以我讲这责任甲义务吼，就比如讲以后咱台湾要甲美国买武器啊，咱有一寡在迄档吼，就莫伫遐讲一寡有诶无诶。但是你爱买就对啊啦，即个在遐档莫搁伫遐反起反倒。拢有写嘛，我即摆就讲责任甲义务你拢爱尽。拢定来讲一寡有诶无诶。所以这是讲这个责任甲义务是相伴的啊。有一个重点伊是讲吼，而且伊有写讲吼，美国吼。国务卿吼爱 conduct 吼，这是吼对台湾的guideline 吼，这个要做一个这检讨啦吼。其实吼，我的了解是这个 guidelines on relations with Taiwan 这个物件，伊是属于这个美国行政部门吼内部的文件吼。其实伫过去吼。美方行政部门不太会把这个东西公开讲因内部有这个物件，因这摆是讲哦，因有这个物件，而且会做这个 review 做检讨，看是不是爱来做改变哈，所以这嘛是一个重点。爱讲180天就是Joe Biden政府拢就任嘛哈，所以伊其实重点是讲Joe Biden伊若是就任了吼。伊是要去找一个平衡点，因为这是虽然是Trump政府所签的上尾还是伊签署，但是未来嘛是看Joe Biden伊要安怎去做 review 啦吼。啊，佫有一个重点是讲咱台湾国际组织的这个产物，而且伊其实写甲拢真清楚，会讲吼这边写讲吼 ，statehood is not a requirement， 就是说。国家会员不是必要的，啊，有下底讲有联合国哈，有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哈，这个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啊，其他这哈这个 statehood 不是必要的，国家会员不是必要条件的，伊嘛有下讲有联合国粮农组织嘛 FAO 嘛，跟这个 UNESCO， 其实所以伊遮拢写到真清楚吼，但是我要提起咱各位观众啊，差不多2个月之前吼，美国驻联合国这个大使啊，这 Kelly Craft 哈，伊有一遍甲咱外交部做视讯会议的时阵，李光章，伊甲李光章伫纽约食中昼顿去互翕到，这是有一摆，啊，差不多过一个礼拜吼，伊有一摆是。Kelly Craft 甲即个台湾外交部吼视讯会议，伊讲一句话就讲吼，美国会 support 台湾的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伊讲吼美国会支持台湾伫联合国体系内底完全参与。OK， 这真重要哦。这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甲咱外交部公开官方吼。这个视讯 meeting、视讯会议公开讲，啊，什么叫做台湾伫联合国体系的完全参与？我咧看都是美国支持台湾要重新要入联，所以用台湾的名义当初讲一句话，其实是比这边写的更加 advance 哦，更加头前哦，啊嘛是希望讲未来咱看到Joe Biden政府。会安那来帮忙吼，台湾不管是咱讲这世界卫生大会，吼 ICAO、Interpol 还是这 FAO、UNESCO， 那么拢会当看到讲，这是台湾的国际组织的这个产物，美国会当提供吼较实质吼、较正面的这个
合作安尼。是啦吼，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吼，伫咧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展出也好，还是讲吼，这个新政府的展出，咱讲会当看到讲台湾其实吼，望吼有一个这个新的进展。啊，其实咱嘛搁讲到这个拜登的这个部分吼，12月28吼，咱看到这个拜登咧听这个简报的这个时阵吼，国安简报吼，内底吼头一摆去提供着什么？头一摆听着讲主动提到吼，这个美中竞争这个部分吼，伊讲吼，中共外交政策甲这个国家安全是上任非常关键的这个吼任务伫咧吼。另外，伊嘛讲吼，向北京吼追求这个责任也好，还是讲科技啊、人权其他方面这个侵犯的这个行为啦吼，这个罗教授你安怎看咧？我感觉即届即个讲话，甲伊进前吼，有一仔较无共，应该是讲，因为进前伊罕伫咧讲着讲，像讲对即戏言的即个物件，当然可能即届嘛无明确尼讲过，讲戏言物件是要对中国来就责吼，要找因迄个法律顶头 accountability， 也是讲伊伫即个虽然甲中国有竞争的关系，但是过去一直强调讲，甲中国竞争吼袂当。迄个脱线，袂当迄个出现即个灾难嘛，吼，袂当 catastrophe， 吼。啊，但即马应该就是讲，甲中国竞争，就是爱甲正面来要安怎来处理吼。啊，尤其是互即个竞争会当，互美国会当赢。竞争就是爱竞争嘛，但竞争的结果咱就是爱赢。爱赢啦，吼。那有对抗伊，搁要想，搁伊是咱的这个好朋友安尼，其实嘛是爱赢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倒转来看即个台湾保证法即个通过吼，我是感觉讲也是看旧年迄当阵，因为即个台湾保证法迄当参议甲众议两个院吼，迄版本就无共的。像讲参议内底，敢若讲着讲即个美国要安怎 regular sale， 嘛讲着讲美国爱派即个有请的将官吼，爱派伫台湾吼，啊嘛包括讲即个像讲美国甲台湾迄个 FTA 嘛讲爱甲签落，啊像讲要甲negotiate，但迄当阵迄种伊甲即两个物件拢甲伊摕去，啊当然民主党控制即个种伊本身对于迄个自由贸易协定吼，本身都毋是讲遐尼。足爱要就对啊，毋讲遐尼介意，感觉讲即个协定即马对美国工人吼，算讲无讲介好。啊，另外就是讲，迄当阵种伊是有甲即个台湾的国际产物的支持，算讲搁较明确。所以讲即届即个条文内底，像讲 FAO 啦，是讲 UNESCO 吼，讲要支持台湾以即会员的身份来参与。共和党伊嘛是支持台湾国际产物，但是袂像讲伫即种伊版本内底，伊甲即 FAO 也是讲 UNESCO， 算讲遮的迄个会员吼，无需要即国家为单位来做会员，所以讲我支持咱变成会员身份，哦，因为按即走动力会较少一点嘛，吼。啊，但是这嘛，咱嘛爱拄着就讲 FAO 这是即马迄秘书长是中国人啊，刚参像是讲即个伫迄个ICAO 吼，国际民航迄个组织，伊的秘书长中国人，所以讲咱即马台湾想要安怎入去，伊都是伫即行政手段就甲伊动落，所以即马就看讲要安怎来处理啦。但是我讲甲即个物件甲迄个通过，啊，尤其是第一句话可能讲，安怎互台湾。迄个说讲 meaningful participate UN 吼，参与即个联合国。过因为即个迄个文字应该是伫去年伫众议内底无的哦。OK。吼，所以讲即届吼，说有甲即个物件藏入去，我是感觉讲，这应该是表示讲，即起码美国国会即马包括民主党、包括共和党吼，算讲这是有一个新的即个想法，对即个台湾国际参与，感觉讲。你也是讲无法度，互台湾伫即个直接入去联合国内底吼，讲遮其他的联合国，遮其他的组织，讲有诶无，讲我要参加节，安尼嘛伤过歹处理。所以讲规气讲，互台湾会当入去，直接解决所有的问题。吼，啊，但是也是讲安咩入去的时阵，我会讲真趣味，因为明年2021年是甚物款的即个年份？大家知1972年，毋是讲迄台湾吼退出联合国，也是讲迄蒋介石伊的本身的即个席次吼，互迄个中国来取代嘛。啊，但是2058即个决议案本身并无讲着讲台湾本身是互什么人代表，所以讲迄是中华民国讲蒋介伊代表中国的即个代表权互人取代，但是无讲着讲台湾人的即个联合国内底到底是毋是中国真正会当来迄个主张，伊会当代表台湾。所以讲明年我是感觉讲，因为即个物件即个发展吼，反倒咱明年这是一个真重要即个年份，会当。重新过来看讲，迄当阵也是讲咱即摆寻求一个算讲新的一个联合国参与吼，以台湾为名，以台湾本身吼来参与，安尼
也是即个美国拜登政府敢会甲算讲较正面来看待甲支持，因为无论讲迄换年是毋是真正要出来甲支持，但是也是讲对即个议案、对即个方式，你无反对，起码嘛有迄个声音来表示讲，我嘛赞成，我嘛感觉讲你安尼做这是应该，迄整个这个方向，甲即个伊的这气氛就真无共，因为伫创普的时阵，大家拢认为创无朋友嘛，所以讲 America First 变成 America Alone， 我拼地变讲我干一个人，真孤单呢。但是拜登一直讲我要先找朋友，甲伊迄个先工作伙啊，有共识，咱才要斗阵来处理啊。是讲伫拜登即个美国政府真正是伊甲即个朋友。共同嘛，针对这个物件来讲，结果对台湾参与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嘛甲支持的时阵，迄当阵这力道吼，就可能真无共款。OK， 所以咱会当期待啦吼。所以咱真正讲着吼，这个国防授权法也好，还是讲台湾保证法吼，拢是徛伫一个无共款的这个时代、这个意义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国际上还是讲吼，媒体上吼，拢有一寡吼对台湾的这支持的这个部分吼。咱先来讲着吼，这个日本吼，这个因的这个副国防部长啦吼，因的这个防长。伊安尼讲，伊讲吼，台湾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呼吁讲拜登，你着安怎？你着要坚定来支持台湾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嘛讲吼，呼吁拜登，你着要用武装来吼协助台湾来对抗中国啦吼。继续先个请教吼，这个军售啦吼，你安怎看这两个这个意义存在吼？一个是咱讲的日本国防部长吼，这个副部长啦吼。伊的这个讲话，另外是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部分吼，其实 Wall Street Journal 是一向拢是较 liberal 的这个部分吼。你安怎看因这回两个这个讲法咧？嘿，我想迄日本的迄防卫副大臣中山泰伊讲话是最重要，但是台湾以外，香港的问题嘛是共款啊。黎智英伫拄则轰掠去，但是拜登的团队内 Jack Sullivan， 伊伫 Twitter 讲话足冷的，足冷的。伊无讲，阮咧用较侪制裁，吼，伊那是讲我们会帮助香港人 find a safe haven， 就是帮助香港人逃走。我是，this is not tough enough， 嘿，香港无够强啦吼。嘿，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吼，因为即马剩30天尔，但是。川普迄个表现，唔像一个要落台要走的总统，伊有足侪嘿制裁中共，有限制迄共产党的党员去美国，有签一个Holding Foreign Company Accountable Act， 就是中国的公司若是3年不符合迄美国会计获利的规定，伊由美国下市，还有甲中兴大疆无人机放到迄商务部的迄 Entity List， 这东西足强的要制裁中共的措施，但是。即马阁有30天，我是讲吼，川普就是要做到，就是吼，伊要甲拜登将来会使重启的空间减到吼上低嘿，伊要安尼。reset 的空间上低但是中国是足希望拜登较赶紧上台，嘿。上礼拜还有王毅甲迄前澳洲总统陆克文，因为有一个视讯会议，王毅就一直讲合作啊，重新开始啊。美国咧搞迄麦卡锡主义啊，但是阮到即马一连串拜登的发言，伊的幕僚，但是国家安全顾问或者国务卿的话，国务卿拢新国务卿 Antony Blinken 拢无讲话 ，Jack Sullivan 你的推特拢讲话就冷的，真冷的吼。总是大家拢咧烦恼，那日本人，我感觉迄是挡袂掉，因为讲，所以我的期待是，真像只剩下30天，但是可能川普政府也有更较强的这个做法啦吼，更强的政策出来。咱嘛望讲吼，这个川普政府伫尾手吼，更较这个粗残吼对待咱讲这个中国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其实前一阵嘛有人咧讨论吼，有70外的这个吼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吼，有咧表态讲吼，咱的这个吼驻美代表处可能会当改名无啦吼。咱看来讲吼，其实1979年吼，迄当阵美国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是这个中国代表啦吼。另外吼，甲这个旧中华民国中国来断交啦吼。同年咱讲台湾这个台湾关系法来通过，设立美国在台协会吼，就是 AIT 甲台北办事处啦吼。所以咱嘛讲吼，迄当中成立着这个北美的这个事务协调委员会吼，咱讲的佫有这个设立驻美国吼代表这个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啦吼，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 TECRO 吼 ，TECRO 这个部分。咱讲78个这个美国众议员吼，12月17日时阵。
甲Pompeo讲啦吼，呼吁咱的这个驻美国代表这个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做是这个 TRO 啦吼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啦吼。这回咱嘛看到讲外交部有这个回应吼，讲这个驻美代表处正式吼，这个正名确实是外交部这个努力的这个空间甲方向伫咧啦吼。对一寡这个正名啊这个问题吼，其实有伊的这个敏感性。其实迄当阵吼，这个消息一出来，咱讲 Jerry 吼伫面册嘛讲着吼，这是一个好代志啦吼。但是咱讲的。可能无遐尔简单哦，可能较谨慎，但是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啦，因为这个咱驻外馆处的这个名利吼是愈地愈好啦，愈地越有主权、有主权的这个意涵哈，愈地愈好啊，愈长其实愈压杂啊那样，所以咱比如讲咱即摆伫华府这个 TECRO 嘛吼，因为咱全美国有13个处这个 mission 啦，讲所以伫华府这个 TECRO其他有12个是个 TECO， 吼，伊就是无迄个 R， TECRO 加 TECO 安尼。所以，若是讲咱即摆会当甲即个伫华府即个 TECRO 改做 TRO，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即个进步。其实这 TRO 即个名字吼，其实并毋是新的哦。咱即摆比如讲，咱驻欧盟代表处，伊嘛是用 TRO。咱驻英国即个驻英代表处，伊嘛是用 TRO。咱讲驻法国，伊虽然写法文，但是你翻过来，伊嘛是写 TRO。咱讲驻波兰，吼，这个 Taipei Polish 吼，Office 伫台湾吼，伊其实伫波兰，伊嘛是写 TRO。伫爱尔兰，伊嘛是写 TRO。所以咱讲 TRO 这台湾代表处，其实伫咱即摆全世界这么多百外这驻外馆处，其实。唔是新的啦，是已经行之有年了。而且讲，咱即摆伫美国、伫加拿大吼、在加拿大伫澳洲甲纽西兰，佫无法度用 TRO， 但是希望讲吼，咱这吼会当伫咱虽然拄讲吼，咱就讲这台湾保证法其实有预留伏笔哦。咱都唔是有讲到这吼，这个对台关系准则，这一个。检讨嘛，其实这个 guideline 来讲吼，对台关系准则吼，要用到什么程度吼？你可能讲未来吼，咱讲 TECRO 是毋是会当改做 TRO？ 这是一点。第二是安那，就是咱的国旗，咱台湾的国旗，是毋是会当挂伫咱？全美国13个驻外馆处的门口，唔是伫门内底哦，是门口哦。有影拢是挂伫门内底哦。过去拢是放伫门的内底，门用透明的门，但是放伫门的内底嘛，伊我都嘛对不对？New York 是这个 take 就是安尼啦。对，因为他要规避这个，因为我有去过这个咱驻欧盟代表处嘛，新的办公室呢有。美轮美奂，有够水，但是伊国旗很大一面哈，但是伫门内底，但是它的整大片的玻璃门，所以你为外口嘛是拢看得到，所以用技术性去规避这个啦。我讲未来伫美国，咱讲对台关系准则，若是去做一个检讨甲修正，咱是毋是会当看到咱全美国13个驻外馆处，会当光明正大吼？甲咱台湾的国旗，甲放伫外口安尼，莫讲有一寡限制，还佫讲咱台湾的总统，若是去美国，咱讲过境去出访吼，会当光明正大甲国旗甲刻出来安尼。有影吼，这是一个新的咱讲里程碑啦吼。咱头拄嘛有讲到吼，这个希望这个正常化啦吼，这个 TRO 过去，伫咧澳洲也是其他国家拢有啊吼。但是咱讲台美关系真正吼，可能这步若是通过，可能就是咱讲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开始。但是咱讲。22天了后，这个拜登政府就要起来吼，嘛是其实咧爱看因的这个面色啊吼。但是咱看到过去吼，真侪这个驻外单位吼，一寡这个正名的案例啦吼。咱过去嘛有咧讨论讲吼，这个陆委会这个驻港办事处吼，迄当阵吼做这个中华旅行社啦吼。但是即阵有一寡这个咱讲这个香港反送中这个因素伫咧吼，即阵咱讲吼有一寡这个代表无法度吼去入去遐，搁去就任等等的这个问题。另外咧，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吼。过去或者是日本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吼，伫咧台湾这个站处啦吼，即阵会当看到。另外就是讲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啦吼，正式甲台湾吼写伫咧这个部分啦吼，咱讲吼对着这个摊口啦吼，即阵亚当关系协会改做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吼。另外咱讲到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啦吼，就是讲吼咱讲迄早或者是这个北美的这个事务协调委员会，即阵会当吼改做是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大家嘛知影伊咧做啥吼，是台湾甲美国吼两国
之间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就是荷兰在台办事处啦吼，这个咱讲过去吼就是贸易吼甲投资的这个办事处。另外就是讲吼，咱伫咧旧年啊，咱的过去有咧看到讲吼，台湾驻索马里兰吼这个共和国的这个代表处吼，头一摆吼，迄当阵嘛引起了一个风波，就是外交部讲吼，哇安尼较干性啦吼，啊干性到尾啊吼起一寡这个风波啦吼。所以咱头拄也讲的，这个 Jerry 讲吼，伫咧这个台湾 Assurance Act 内底吼，留一寡吼存续的空间，这个你安怎看咧？其实伫迄个台湾 Assurance Act 内底吼，迄当阵咧讲着讲，要迄个研究国务院对台湾政策的即个，咱讲算讲内规吼，即个部分。除了讲是到底即个代表处本身名以外，搁较有真侪其他物件，就讲伊就要求伊内底人吼，伊都美国国务院要求讲伊的外交官咧称呼台湾的时阵吼，袂当称呼台湾 country 那个袂当称呼台湾 government， 应该拢讲台湾 authority 像讲即个因也是讲包括助理国务卿吼 ，assistant secretary， 也是讲即个三立青中将，即款的即个层级的人要来台湾的时阵吼，伊袂当摕即个公务迄个护照，一定要用私人的护照。也是讲因私人要来台湾的时阵，嘛爱甲迄个因的即个政府来做迄个通报，也是讲算讲这真在林林总总有诶无真侪诶迄个物件。嘛，足奇怪！我会记讲进前吼，即个以前一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前处长啦，即个Stanton 吼，伊就伫遐讲，伊感觉真侪物件根本就是美国家己迄白做伙嘛，白死啊！想要改变的时阵，就开始讲中国一定安怎，一定安怎。你讲根本就毋是安尼嘛，所以讲变成要检讨即个物件，有时阵毋是讲咱要求安怎，连美国外交官家己嘛，迄甲即面感觉足 troublesome 吼，感觉足有够无聊的啦。就讲也是讲较早进前时阵，伊要求吼，国务院的官员甲台湾见面一定爱在地的 AIT，要去走去 Virginia， 袂当伫华府遐见面，讲吼，这根本就是咧无合理。所以即只除了要讲，算讲美台关系的处理以外，嘛是美国对台湾的迄个算讲行政的即个处理吼，会当更较方便。确定话咧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朋友收看，咱马。